领任，咱各位前贤，同处左右，各位前贤，大家早。或许呢，讲是真欢喜嘛，真荣幸啦。咱或许曾经嘛是爱上的查某囝，嫁出去伫咧校场，所以咱或许今日来到咱这个足庄严足和蔼可亲这个佛堂上，咱有感觉一种讲，敢若倒转来家己的娘家，倒来家己的厝，迄个感觉，咱呢感受到一股的温暖。尤其一透早，大家呢拢伫咧头前拢较好，大家足热情的，互咱欢迎，互咱感觉咱互相温暖啦，那么互咱呢感恩着有一个天恩师弟，感恩着上天慈悲，咱做事的方式，师尊师恩为老大人的大德，咱以师有大德先的大德，以及咱监灵点传师、副监灵点传师。以及各位前贤大德，甲互咱做一个提拔，使互咱有即次学习的机会啦，那么，咱互咱会讲是在初学浅，对着道理经典，并无真深的做个，那么，如果互咱今仔日是来做一个心得分享，伫咧分享的报道当中，如果若有不足的所在啦，还是若有唔对的所在，望咱副监理、咱点传师以及各位前贤大德，甲互咱做一个补述甲印证，使互咱伫即个修办道当中，会当更加一层的认识，互咱会当搁更加一层的一个成长啦，这是互咱来学习的一个盼望。那么，咱早起头来的时阵，各位前贤大德拢甲互咱讲好久不见，那么互咱呢？突然间想到这一句“好久不见”，我深深的体会真深。第一，确实咱真啊好久不见，为什么？各位前贤有没有想到？感觉讲今年咱特别无共呢？今年会使讲是今年是7月的第一班。那么咱自因为疫情的关系，咱道场已经停训了差不多半年啊。所以各位前贤，咱是不是真正半年拢无看？好久不见，第二，互咱呢，因为为爱上嫁过了校场，所以各位前贤大德有足侪咱的好同事、好道亲咱的好前贤老菩萨因真正看着互咱呢，拢讲好久不见，互咱感觉真正好久不见，因为咱互咱海太真少倒来咱娘家啦所以呢，拄仔拢有可借着即个因缘，咱拄仔好倒来咱爱上的即个娘家啦所以真正嘛感受到真正好久不见。搁来第三，咱会感觉好久不见是安怎？各位前贤大德，咱敢有想到，咱来即个世间呢轮流了6万多年今生今世拄仔好遇到三期普渡，咱会讲是真正是一个幸运儿。咱会得到了即个天恩师弟，会当来求着即个宝贵的大德，流浪6万多年咱才来认着咱即个大家当共住一顿的即个佛堂上，会当叫咱结即个善缘在过去世无量世，咱本地拢是真正是大家拢是真真好，修了足好的兄弟姊妹。那么咱今仔日透过着了3期月业，咱会当搁再一次伫即个佛堂上。大家共住一顿，所以真正是好久不见这是拄则因为咱互咱一开始一早头，互咱感觉讲，看到咱这至亲、这老菩萨啦、这前贤这热情，甲互咱欢迎，互咱感觉讲，即句好久不见，互咱突然间有一个深深的体悟了那么互咱呢，今仔日咱要来分享的题目啦就是咱道路中心互咱的指定题目叫做。点亮一盏心灯，点亮一盏心灯。那么，也前贤咱来看，咱拢知影外在，当咱过年时过节的时阵，为什么咱世俗人拢会讲要去庙里去寺点光明灯？相信咱对前贤的对着这个光明灯拢袂陌生，拢袂陌生。甚至咱拢会讲时常讲，当咱若感觉讲心情在郁卒袂清彩的时阵，还是讲当咱的运道无好的时阵，咱拢会去寺庙
了讲要点一盏的光明灯，目的是要创啥？无非就是讲要互咱指引一条明路，互咱的心会当安那，会当讲较安慰，会当讲会当得到即个光明灯的即个灯，即个灯甲咱照耀，互咱会讲心中迄个乌暗的气度，这就是咱点光明灯的目的啦亲像阮台北迄个龙安寺每一年的过年的时阵迄人是人山人海，大家拢为着要抢头香后迄个拢隔天就拢去透早就去咧拜当遐一年一拜，拢是为着啥？为着讲要点光明灯，要抢头香所以咱世俗人讲认为感觉讲点光明灯，敢实在是有影对咱有帮助。各位前贤，咱修学的有时候遇到问题，咱要去思考。或许各位常常都这样，正面甲上相的，倒面甲上相的，拢袂讲简单讲安尼就是直接，咱有去想看讲，正面去想看，负面去想看，后果会怎样？所以咱有时候感觉讲，真正咱点这个光明灯，就当互咱光明吗？那安尼，咱若不如意，心情无好，还是讲咧袂趁钱，还是咧袂顺遂，家庭袂好势的时阵，咱就拢来点光明灯就好啊！大家就来点光明灯就好啊！其实毋是，重点是在于啥？内在光明。所以咱爱甲咱的心灯甲点倒，咱才当处处光明。只要你的心灯倒而且即摊心灯拢袂去互欢喜的，永远拢袂去互欢喜的。因为唯有就是讲，你的心灯若有点有倒，内在的心灯有点有倒，其实外口搁较乌暗，你拢袂惊，因为你的心是光明的。所以过去有一个故事，就是讲。曾经有一个犯罪的犯人因为伊心理上不安全伊感觉讲伊做了毋对，犯了错，伊对伊的良心对袂过，所以伊就走去即个寺庙走去要去求佛啦要求佛互伊，敢若讲伊的罪过当看减轻要求一个心灵安慰啦当伊去到即个佛前的时阵要求佛的时阵，跪伫个佛前，伊跪落去的时阵，伊去发现着啥？发现着讲，跪伫即个拜念即个佛伫咧求佛的人那会生做叫佛足共的叫伊咧拜的佛拢足共的，所以伊就半信半疑的问伊讲：请问你敢是佛祖啊？迄个人竟然甲伊讲：是啊。即个犯人所惊到，你知道？伊就讲你足质疑的，伊就甲问：你既然是佛，为什么你跪遮咧拜家己啊？迄个佛祖就甲伊讲有时求人不如求己，求人不如求己。你自己心顶好的，其实你头前就有一条光明的路你的心顶人透的，你搁安怎来求佛？搁安那点光明灯，拢无意义的，迄是一个形式而已尔。所以你的心顶若有道，你处处拢会光明。当即个佛祖甲讲完了，看做一阵烟怎啊倒去，迄个人怎啊向往怎啊醒起来，了后伊怎啊去觉悟着，开始呢，伊就是安那做善事，开始拢去做善事，做善事了，伊的心内感觉足快乐的。伊迄盏心灯慢慢，迄个火就开始倒起来就开始安那拍拼做生意，趁钱，搁来做好灵魂啦，了后即个有成就一个大事业家。甲讲即个故事的原因，就是甲咱讲，重点是伫咧注重咱家内在这一盏心灯，咱的心灯若拍倒，就算讲咱去到足乌暗，是啊是去到地狱，咱的心拢是光明的，拢袂惊。像我个妈妈娘家妈妈，有到即摆年纪有拢无安全感，足惊拢甲妈妈讲安那，伊个门前门锁，后门锁，窗仔门拢总锁，锁到足个正来甲弄门伊阁毋敢开，妈妈若转来甲弄门，有时嘛毋敢开呢，妈妈爱出声甲叫伊才会敢来开呢。妈妈甲伊讲你是咧惊啥？伊讲伊拢惊迄会去。来甲伊下伊会惊着啦，安尼啦。妈妈甲讲，你的心拢无共啦。你爱拄着出佛堂，互有公婆教，互
然后你的心顶即拍火爱先拍互倒，你的心内心嘛拍互倒吼。其实，就算讲真正有无好的阿飘来找你，伊嘛惊你呢。我讲老母娘，咱家己拢互咱家己点开咱的心顶，咱家己拢有一拍自信佛的明灯，吼。你家己头壳上着一拍灯伫遐，伊看着你着惊，你惊伊创啥啊？对无？我妈妈甲伊讲了后，伊就开始真正家己拢会想。当伊当伊来惊的时阵，伊就较想老母娘，啊想去顾伊，吼，啊着安尼较平静，较安详，吼，所以安尼就会当一年到天光啦，吼。我妈就是拢安尼甲妈妈讲，然后妈妈真正改变真济。哎嘛，因为以前靠熟悉了后，参咩面上拢改哦。所以有时候咱家己爱找着咱家己正确的路吼。第二，咱来讲灯光的作用甲特色吼。灯，咱拢知影迄灯嘛吼，就是咧照咱的光明嘛，咧互咱有看会到物件嘛。假使咱若去到即个真黑暗的房室内底啦吼，还是所在，咱是毋是拢爱透过照着即个靠即个灯甲咱吼点互倒，咱才能看到物件嘛吼。那么当即个灯甲咱点倒的时阵，咱当然规景就会当咱看到灯光。所以灯伊就是会出即个光出来。伊的作用就是要互咱看，要互咱照耀，吼，要互咱看到真清楚的物件，互咱袂去迷迷糊糊，互咱清清楚楚，吼，足清楚的去看到即个物件。所以迄个光若发出来时，伊就会安怎？就会烧，就会热，有无？咱若看咱的火若点久，有无？咱会感觉，房间的温度会变悬。其实伊就是有热度伫因内底。吼，热度伫因内底，所以当你点着即个光的时阵，伊热度就会有啊，吼，就会有啊。亲像即拍灯，吼，即拍火咧倒，伊即个火咧倒的当中，伊就有即个热度出来。过来就是讲，当咱的光若点倒了后，咱的自性光明的灯点倒了后，自然而然，咱的智慧就会流落，咱的智慧流落。各位浅显，咱有去思考一个问题无？其实咱每一个人智慧拢是安那，拢是苦足的，拢有苦足。这个智慧就是伫咧咱的性爱当中，不争不骄。老母娘、仙佛、诸佛菩萨，因拢苦有的。其实咱众生嘛是苦有的，因为是咱安那受着气病苦苦约所蒙蔽，吼，所以咱就会咱咧光渐渐智慧就我去流露出来，去蒙蔽掉的，互咱的烦恼梦想去甲砍掉的。那么咱要安怎才会当互伊产生咱的智慧去流露呢？就是咱来透过安那时时去佛心，就亲像迄灯光，你已经有迄个垃圾甲伊砍掉啊，灰尘去甲伊砍掉啊，你就爱去甲伊清去甲伊洗。那么伊的光自然就会个光明。那么咱的自性的光是安那？爱靠咱的修道，靠咱的智慧，吼，咱修，甲咱的脾气毛病，甲咱的物欲，吼，迄个外相执着，咱爱去甲伊修掉。那安尼自然而然，咱智慧就流落啊。所以智慧是咱家己本身付出的咯，毋是人互人的，毋是讲咱来求光明、求智慧，诸佛菩萨赐互人的。其实毋是，吼，是咱家己自性当中，咱每一个人拢有付出的即个智慧光明来顶啊，吼。所以咱只要智慧若付出，咱的慈悲心就流落啊，咱的慈悲心就流落。啊，就是讲，咱本来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拢有迄个人啊，吼，人为出发点。所以只要你有迄个人心的话，你就会产生一个慈悲心。慈悲心的时候，你就会处处去看人讲，啊，看到人需要帮助，你就去甲伊帮助；看到需要讲爱甲我爱甲拉他一把的人，咱自然就去甲拉他一把。毋免人甲你教，啊嘛毋免人甲你讲，你就自然就去流露出来啊。吼，亲像互法会感觉讲，咱自从来修学的当中吼，咱互法拢会感觉看到迄同事人咧艰苦，咱拢互法会感觉彼较艰苦。互法拢毋知影，拢会感觉可能就是因为咱道场上甲咱教育咱就是爱学习佛菩萨迄份的精神，慈悲的精神。哦，互法曾经，互法来分享着过去咱，互法曾经去度着一个讲咱无老的阿里山，住伫咱共一栋。咱互法徛伫泸州，台北市，新北市泸州。啊，伫遐时阵，咱互法住的所在，拄啊好5楼梯。啊，即摆咱互法的5楼拄啊一个阿里山，伊迄一
比红阿某啊老以上的欧巴桑，差不多70、80岁。那个欧丽桑有一次刚好就是欧巴桑来丢垃圾，候选的儿子嘛去办垃圾，去看到迄个欧巴桑，我手捧一个，后边挨一个，手搁扛一个，去咧当粪扫。互我个儿子看到嘛，阮嘛互我嘛毋知即个代志，互我因个儿子看到讲，阿嬷，你遐咧管方便，你个垃圾互我，因为咱互我徛伫3楼，伊行落来到2楼，搁牵囡仔，囡仔手搁摕垃圾，即摆一手传牵囡仔，一手摕垃圾。阮候选儿子就甲然后我妈说，阿嬷，你要当咱粪扫，你毋免落，你互我帮你摕落来，安尼啦吼。你毋免搁落来，伊知影迄是5楼阿嬷，即摆互我伊起来就阿嬷甲互我讲，妈妈，我拄则看到迄5楼的阿嬷在办粪扫伊爱孙看敢若足辛苦，妈妈你若去导伊啦，导伊来救倒啦，互我个儿子甲互我安尼讲啊互我心内拢想讲，哟，无人找一个时间来甲讲看卖啊，互我就真正试咧去交伊开讲，去交伊迄落。先调伊迄啦，是甲伊温暖寒暄温暖，就去来关心啦有时我感觉讲，原来了解着去就是安那，你上就开始抱怨一堆话来互我听伊讲伊死屁病，无一屁通好活啦，我头仔听无，啥物叫做死屁病，无一屁通好活？伊讲伊有2个囝，2个祖囝，2个后生，大汉后生就是即摆咧徛伫5楼，即摆一个，伊安怎？口腔癌，30几岁，30出就转去互我嘛毋知影，因为我拢想讲，咱的生活足单纯，就是讲上班下班拜六礼拜来活动安尼尔，所以真少去讲叫人安尼去甲啥物去叫人安尼左邻右舍去安尼去甲串门子所以伊就甲咱讲伊有2个后生，即个大汉的讲30几岁就带一个大陆外籍批养，放3个囡仔，一个当搁咧抱，一个搁咧按，一个咧看，安尼拄春一个媳妇就是外籍，二儿子伫咧南口，结果讲是咧洗肾，咧洗肾，嘛是讲生活一摊过，咧洗肾，2个查某囝拢嫁出去嫁出去无讲嘛是讲嫁甲足好过迄个经济嘛是讲无讲足好过安尼啦。就甲互我讲你拢知影我即世人足落落的啦。就搁饲3个孙搁爱饲一个老妈妈90岁因的妈妈90岁因妈妈拢家己90岁搁会家己去病院家己转来去互迄社会叫个人来关心讲是当一个老人安尼家己坐公车家己转来因为伊就无法度要去顾迄孙媳妇就是讲趁钱咧拿迄个去间厝的贷款互我就讲伊就咧甲因讲伊曾经讲较早讲去做去迄寺拜拜啦讲迄佛菩萨拢无保庇伊啦公阿妈拜拢无保庇伊啦伊遮尔艰苦啦讲伊一生当中开过几摆刀各位姐姐咧敢知影讲开30几摆的刀互我听一个遐稳讲伊开30几摆的刀互我想是安怎安尼伊讲伊过甲足痛苦的讲伊若毋是因为伊3个孙伊足想要解决结束伊的生命伊甲我讲伊的农药拢放伫咧阳台随时都要喝的我心内想讲这若去学的安那嘛互我形容感觉足艰苦的会想讲互我思考足久伊讲伊伊一到红大刀伊就真正共迄衫脱了互我看伊红大刀开心脏讲开心脏开到足大刀足长的过来讲参手生粒去挂3遍讲清无清气要挂3遍讲参一个痔疮医生也有甲挂毋着去搁挂2遍3遍搁对呀互我听起来讲哪有这人安尼这坎坷的啦讲伊就讲迄药农药准备好要去甲要啉啦就哪讲哪好呢讲哪好我想讲这70、80岁的老人家安尼我心内想讲这搁开一刀这业力毋知无通的过去世毋知搁偌济产业头仔足犹豫呢想讲要甲大
多啊，甲多，啊若甲多吼，这业力吼，这腿互我袂担起，互我讲真正功德无，互我功德无遐悬吼，会惊呢。但是伊讲甲口甲咧吼，互我心内想好啦，尾后甲互我怎啊甲迄个阿伯，甲迄个和医生，安尼啦，阮报你一条明路啦，啊，毋要去毋去，还看你啦，你家己做决定啦。互我就开始讲迄求道的好处啦，讲会当互你会当消化解业啦吼，无为你这种过去世间来的这个业力啦，互我就开始甲讲这因果啦，讲咱求道的好处。决定权伫个你，互我无爱甲伊勉强，啊，互我听，我上听，竟然甲互我讲啦，好，我要来求道。互我只要走落来甲先生讲，我讲我你上讲要来求道呢，无咱找一工仔礼拜来义成佛堂吼，来遐，因为曾经你有伫个，拄我好我甲栽培吼，求道了，拜了，咱靠数了，最后祈。感谢迄个即一下你要饲的时阵，我上个怎放声大哭甲，我心内想讲，迄曾经你讲，阿伯你是身体无爽快你是人无爽快哦，无奈直流哭，还是安怎啦？伊讲，伊感觉伊过去做足侪无好的啦，伊感觉足忏悔啦，伊来求道了伊感觉伊良心加足平静的啦。自安尼过来了，因为到尾互伊送发现着伊肺腺癌，我要去住院治疗，我讲定去家关心嘛，买摕一罐坚果去互伊食有时伊也无法度吞噬，咱拢怎啊家己化疗，咱拢家己拍去互伊啉，安尼定去互关心嘛。伊甲咱讲即条路伊真正感觉伊求着道了，伊上捌求道伊有一摆拄啊甲化疗，甲真正身体足累足虚互我搁去找伊的时阵，我送摕木过去，我送甲我讲免啊，我是免有伊送的，住伫安宁病房当医生讲袂使出来可能咧看时间我送我甲讲，无你用一下紧的去甲喙唇小可下叫伊安详，叫伊放下慢点放下转去。结果真正伊甲我送到来，伊讲伊即世人上爱感恩的就是互我听着足感动的。结果伊讲了，伊讲咱三老的，伊拢像因的孙拢叫互我叫三老阿姨，到即摆拢嘛叫三老阿姨，我拢会时常想讲后买菜还啥去俗，咱就会去买果去互伊伊会真正感恩着咱所以伊会讲。看伊讲搁带迄三孙，甲讲互伊甲我讲伊放袂着即三孙，所以我甲讲不要紧你爱放下，对佛祖去，对仙佛菩萨去，你有求道你爱求往生往极乐世界，你袂使搁直接流乱结果伊真正过去的时阵，规身躯拢高我送伊即摆嘛真有地位，所以互会讲着即个地位我送其实伊有呢，伊无读册呢，但是伊安怎？伊自从互你送过身以后，伊足积极，因为咱疫情的关系拢无开班定咧甲互我指点。你是安怎过来找我去学堂你是去嫌我老毋爱招我送，毋是，即摆因为迄传染病，所以你甲讲讲疫情无一定听，所以好嘛拢甲伊讲，迄即摆传染病，所以学堂即摆暂时停。等下有咧开始，我会招你去。所以伊即摆家己拢会来找我讲我去学堂我拢还无去找伊呢，甲我讲咱也无去找伊呢。结果伊即摆拢会善用时间，拜六礼拜叫咱去学堂，拜一到拜五拢去慈济去做资源回收，去遐洗茶。我讲我送去做地位的呢，伊即摆的孙有较汉即摆拢有去读册即摆囡仔孙拢较汉所以讲真正足感恩的。人咧慈济嘛，拢来甲关心，嘛拢会甲伊赞助。所以有时讲，咱修的学道，无为咱咧学习佛的精神，毋是讲咱伫遮咧拜佛，敢若直直哭哭拜尔。搁较咱拜你嘛袂去成道呢，咱嘛袂当去等于西方极乐世界呢？为虾米？因为咱敢若写念佛拜佛，迄是一个精神尔，拢无实在去做。咱爱去学习佛的精神，佛的骹步来去行去做。
去行去做。然后咱的智慧自然佫慢慢的流露，甚至咱的慈悲心会一直流露出来，一直流露出来，咱的心会充满着啥？智慧的光明来，会即个灯会倒，会愈倒啦，愈亮。所以佫再来，咱来讲，只要咱若智慧流露，安尼咱就指引着咱的方向，人生的方向就会足明了，足清楚。咱知影咱家己要爱啥，咱知影咱家己要做啥物。咱会足清清楚楚，袂去受着外界去甲咱影响，了了分明啊。所以咱家己要行的路，咱家己拢会去铺排、去安排，所以呢，刘和尚讲过话，伊讲理想是我们的一个人生的道路，光明智慧灯是指引我们走向光明的人生，所以这咱家己爱先点倒，咱才有法度去做。佛法嘛是用告诉自己呢，我今日修学道，包括佛法今日你要来遮上课的时候，佛法虽然会讲老师我甲我教你加智慧，但是佛法拢会心内想讲，我家己这拍心顶是点无倒，我今日去这拍心顶也无点倒，安尼佛法今日来遮讲的道理，只是一个敢若分理，所以有道者讲过，家己弟子各告诫说，不要依佛法，不要只有依靠佛法，要依靠佛法的明灯，不要只依靠自己，要依靠自己自信的明灯，所以迄就是讲，叫咱爱为着咱的内心世界，咱为咱的心境去改做，去改要求，去改修，那安尼咱自然咱就会自然就流露啊，毋是讲来这哭求、哭拜，先不就会使咱这个智慧，使咱自卑心无，这是咱爱去做。咱三级大概好做，就是讲，咱爱去行出去，毋是过去讲罗汉迄个时阵，敢若修咱家己尔，咱爱去广结善缘，爱去有利益众生啦，所以呢，光呢，就是讲会当互咱心清净，咱的光，咱家己自身的光倒来，自然你心会清净。亲像妈妈呢，佛法的妈妈，一个天天坐到家己的条件呢。是安怎？因为伊心无红，伊心拢黑白相、黑白卡，会想讲我即摆安怎我较等下若暗啊安那会惊？伊讲伊甲我讲，伊若天暗了，伊毋通出门。所以我甲讲，你的心世界是黑暗，你爱甲你的光明智慧顶点倒，你的心若清净济了，你有时啊，你会愈济愈安详愈好。有时啊，佛法感觉咱若咧准备道理诶，拢无爱来甲咱吵，一做落去诶。毋知我起来洗手间才真正诶，因为咱的心迄阵就清净。佛法因为疫情的关系啦，有真侪道亲拢问讲，咱当做啥物摊课啦？佛法就是讲，咱着听歌道歌啊，无就写一寡诗话。佛法嘅女儿，佮为着咱佛法，家己买迄种迄人咧沾水毛笔诶迄下轨等下就伊就打去啊。咱自己就甲抄几遍啊，自己就抄一遍。佛法感觉讲，咱下轨。咱的心嘛清净，进来了啦。因为咱平常时啊，咱拢会照着拜咱礼拜来听课，互咱的心灵平静嘛。来到这个庄严的课堂，咱每一个人受着有讲的普照，咱的心就会归着迄个清净，真安详。但是因为咱疫情的关系，咱无法度安尼，咱就是在家己里面家己咱的厝的课堂，抄一寡心经，写一寡清净经，咱就安尼，互咱的心清净，听一寡道歌，看一寡。这个经典，咱的心会当互咱保持清净啦，所以自然你的心若清净，你心就会挂碍，你就会挂碍啊，因为你袂讲一个心死个拍，来烦恼心起了足侪无明起来，所以你光明智慧，你自然就流露出来，这个黑暗无起就无去，因为安怎？你光明光的所以自然你的这个无起无明，你这个就无去。光若来，暗就无去，所以光明智慧能照遍心佛界，你的心永远照遍你的3000世界。所以，曾经有一个王子王子故事，这个王子伊拢袂快乐，无快乐，就是亲像咱即摆讲的忧郁症，即摆文明病就是忧郁症。伊过去这个王子伊拢袂快乐。各位先生，内底咱若想为一个王子，咱感觉讲，享受荣华富贵呢，不愁吃不愁穿，要什么就有什么呢？那伊也袂快乐。
结果这个王足头疼，唔知要安怎去治这个，所以安排名医啊，所有的大科西医全是因为是专辖内底的一个名医来要甲伊治这个病，治这王子的病，但是怎么很多名医来都没有效，看他起都没有不好，这个王子还是一样很开心，好闷闷不乐，拢袂食。嘛无食，无爱食。到尾来咧，有一天，拄好一位高僧，高僧大德伊去看着高僧啦，伊个功德的高僧看着即个道士，伊家己就来了，伊就甲讲，听讲恁遮咧请名医哦，这文武班我就讲，你敢名医呢？你名医你医是名医吗？伊讲我是名医，伊讲无你是啥？看你迄面就是敢高僧啊，我毋是要请高僧来念。经呢，我是要请咱名医来治阮王主的病呢。伊讲，你不妨让我试试看。伊讲真诶假？你有办法？伊就半信半疑，真正伊就想讲，我王就想讲，真济拢医袂好啦，无好啦，死马当作活马医啦。伊讲不要紧啦，好啦，我去看卖啊。伊讲不过你啊，互我一个要求，伊讲啥物要求？伊讲你互我一间暗室哦。迄内底暗蒙蒙的房间，讲我要带迄个王子去呀。伊讲你带去啊，要创啥？你家对我囝安怎样？伊讲袂啦，我要治恁囝，你听我安排。你互我带伊来暗室，就真正甲带去一间暗的所在。然后咧，问即个王子，即个高僧，干那因两个尔嘛，所以伊家己讲，你无快乐，就是因为你的心即下会黑暗。我即摆要治你的教我袂去做。伊就甲伊讲，你即摆调我来即间暗室内中，我即摆手伸来，即摆几支？伊讲无啊，我无看着，拢无黑暗啊。伊讲对，因为即间是暗室，你当然无看。然后伊佫甲伊讲，你家己手伸出来，伊甲伊看手伸出来，伊嘛无看着。最后即个高僧就甲会，最后甲伊点毛刀，伊拢用叫伊偏开伊目睭的，拢用来插伊，就讲你即摆有看着物件无？这规支讲5支我有看到啦，伊讲你的心就是黑暗，就亲像即摆即个暗室，拢看袂到物件，所以你拢袂快乐。我这会点倒来，你有看到即个光啊？就是讲你的地位要无流落，你的功名地位即下心顶爱点无倒，你才有法度去看到外在的世界，你才会快乐。伊讲咱请教我要安怎做？伊讲好，你照我的意思去做。为明仔载开始你去城外，只要看到人咧乞食的。咧分食，你着拢甲伊管互伊钱，因为一开始王主甲咱钱尔，所以就甲伊先管去布施，去行善布施管钱。伊真正是照安尼去做哦。经过1礼拜了后，这王主心内感觉讲，我看着迄逐个拢咧艰苦，话拢后摆开，话用开手的伫遐咧分啊，我足可怜的咧。自然而然，伊迄个慈悲心，咱拄则讲的，迄个慈悲心伊就流露出来啊。流露出来时阵，伊即摆先有即个财施布施了，经过1礼拜了，高僧甲伊讲，好，你即摆为即摆开始搁行搁做，就是讲，你若看到人咧过路的地过，你甲安尼过，但是嘛来实践啦，实践就去做啦，毋是讲甲咱讲用你的钱财去甲布施而已啦。因为功德，你若讲钱财布施，其实伊的功德有限啦，爱是咱就心去做。伊讲你若看到人咧过路袂过，你甲安尼过，讲我一个王主人爱讲对，你就是爱低心下气，去做。你照我话去做，你会变就好。伊真正看到人歹甲伊就你甲爱看到人诚坎坷所以过了1个月了后，我真正王主伊开始快乐。伊怎啊哩笑？迄个人看者，我惊就讲，哎呦，阮囝会笑啊呢！阮囝我已经几啊年拢无看到伊的笑容啊！我竟然会笑，想袂到这个高僧遮厉害，听名医佫较厉害。因为到尾来讲，因为恁囝的心已经开啊，伊的心灯已经倒来，所以各位浅浅，咱今日修学中嘛是共款，咱爱要有智慧的话，咱就是爱去行迄个萨气、慈悲心，去流落去菩萨行。那安尼，咱会感觉咱的迄个心会安怎愈喜悦，互较有感觉呢？毋是讲咱讲要去求回报迄个心态，毋过咱自然而然咱咧帮助人的时阵
你看人咧艰苦，咱就比人较艰苦。咱互我即摆公司若了啥物啊广播，屏保程序文景致仓库，想讲有啥物代志咧？结果落来甲讲，你遐毋是迄指挥药啊？你呐，迄吼啥物人吼去互迄班车拖着咧留飞机袂停咧？你遐毋是指挥药啊？互我讲想讲，同事之间吼，看人咧艰苦，尤其咱互我公司内底做侪咧外劳诶，咱拢会想讲，因遐年来到即个国家要趁钱足辛苦诶，所以拢会尽量会当甲伊帮助。所以有时候阿姨，我有问题，我说有什么问题？阿姨，我肚子饿了，阿姨就可以挂面回家，多喝咱打糊了。阿姨，我有问题，我说有什么问题？我腰酸背痛，咱就拢摕有多好一寡药膏，像咱顶解去民和活动讲课有一位菩萨，那真好咧，真好啦，伊就摕一寡迄药膏，互我去落，咱公司分享文啦，迄外劳。所以有时候咱感觉讲，咱虽然小小一点点的动作，不过咱就感觉讲，心中会涌上无限的喜悦。迄种喜悦是你爱去做，你才会当感受到咯，毋是单单用讲的尔。咱会感觉讲，人毋是讲咱爱人帮阮，但是咱会感觉讲，咱若看到咱的兄弟姊妹，伊快乐啊，伊袂艰苦啊，咱会感觉真快乐，是安尼。所以咱这个。黑暗也无去，光明下来，咱这黑暗就无去。所以人讲智者呢是求心不求境，智慧人是求心不求境，是为咱的心境去求，毋是为外境咧求。佛伫咱的心中，毋是伫外口世界求，找。那安尼你永远一世人找得了佛。我较过去曾经分享着咱学校的一个表哥就是安尼，伊一世界去咧找佛要拜佛。伊讲伊若无看到迄天花，伊无爱相信阮。所以后学的阿姨要顾他，真的很头痛，足头疼。伊安怎来甲我讲？伊甚至伊若无看到天花，无看到佛，伊讲无看到佛，无看到魔神啊嘛。所以早起咱在三重迄万善堂去看人扑伊的啦。我3更半暝走去遐扑伊的，看迄扑伊的。我迄个阿姨讲，我真正有骨甲足头疼，毋知要安怎？要叫伊来求倒红伊嘛？就有一摆就敲电话互我讲，秀英啊，你要甲我想法办法哦。阮这个囡仔毋知要安怎，3更半暝来走去迄啥物万善堂去看扑伊啦。我甲讲，我阿姨安尼啦，因为我阿姨是伊初中的啦。伊讲，无你甲伊报去，我甲讲，你甲报去看有人咧新德清的迄个仙妇班，你甲报去互伊去迄个仙妇班，结果真正甲报去呢，伊有勉强先求着。无啥自愿的啦，是甲勉强去先点到求到了后，去入咧仙妇班。入仙妇班呢，真正人伊咧去互仙妇救起来，老师，咱这讲老师来救起来，牵到某米人几号起来，伊就感觉莫名其妙。人甲讲，真正你徛起来，即摆又徛起来，伊想讲，毋知影啥物咱内底的礼节礼仪嘛，伊都没有来自佛堂，只是来求道而已啦。你去互老师叫起来，老师嘛，书哥，迄阵就是后书后经过经碰过交金蕉，伊我输一个金蕉无，即摆转来摕迄个金蕉转来面老面臭，去遐坐一工啦，讲甲阮阿姨讲，有够无聊的啦，我大部一叫我去遐坐一工，我大部一工摕迄个金蕉互我，感觉金蕉咱满4价，菜市仔嘛满4价，即个好伊嘛是共款无效，足顾一个。了后，阿姨就甲互我讲，你哪毋来甲伊讲看卖影的啦？阮定拄仔嫌去照咱的姻缘啦，迄咱的表兄嘛，我就真正过交伊讲要泡茶，讲要来交伊开讲泡茶，即马就过，我就甲讲表兄，你是个足难得的呢，人迄班遐尼济，伊班差不多有200-300个人人员，你看敢若你牵到人家叫着差不多10个10通个你都拢叫着啊，所以你交先要做有缘呢。伊讲甲要使迄个金蕉，阮兜无有诶啊，迄也毋是。我讲金蕉，你敢有去家体会？有时仙妇毋是安尼直接甲你指点诶，伊是有暗示诶咧。伊讲无迄是暗示啥物？我甲讲无表兄，你要食金蕉，你是会安怎？你是规家安尼食？爱8回对无？爱8回嘛？迄回你无爱嘛？无爱，迄就是安怎？迄就是咱诶脾气毛病，贪嗔痴爱是恶法邪，迄就是你爱来剃度。了后安尼啦，会看到啥？金蕉心嘛，你皮撇掉啊，你金蕉心才会出来嘛。咱就是要食迄金蕉心，
所以你起毛病是乌巴邪去除了，你的真心才会现出来，神佛才会看到你的真心，神佛才会活。无你规身躯都乌乌杂杂，上天活来惊就死啊，对无？神佛是足清净的物件，吼，足庄严的物件。伊哪有可能讲你规身躯都因为佛法的表演安那五转的啦，拢会啦，吃喝嫖赌都会啦。所以你这安尼规身躯乌乌杂杂，神佛来敢活来，对无？伊讲啊，无我要安怎做？你讲安那你好苦，伊讲你讲安那你好苦，啊你着要安怎做？我讲啊无你逐工吼，逐工拢来烧香，佛法的阿姨都有识不得，逐工去靠诉，吼去靠诉，去烧香，吼烧香啊你爱忏悔，啊爱改你的脾气毛病。第一你先甲你的本改掉，你的烧酒也改掉。伊讲有法度。哦，你无饲，你就讲无法度啊！安尼你讲要结婚，哪有可能？婚哪有可能会人互你看，对无？啊，你为着要结婚，你较艰苦，你嘛会改啊！啊，无我嘛无法度呢，吼，因你着本身就无爱改啊，结果真正也照咱佛法的意思去做哦，逐工来献香叩诉，啊，逐工着求忏悔啊，叩诉，啊，着来改婚，爱甲我讲伊顶改婚哦，皮皮纸呢？迄皮皮纸，迄印啊来皮皮纸来挡袂掉的。佛法拢叫伊遐有三宝，这三宝啊，去先做遐靠诉，安尼，啊了后慢慢真正，结婚啊改，酒啊改，伊讲啊我改啊，啊我嘛拢靠诉，啊我通无改就婚啊，我讲你袂啊，啊你安尼有可能无够修行啊，无你搁继续吼，搁做一个月，搁一个月了后可能成婚就来啊，你无够修心，因为你拢心内有所求，你愈爱的物件，你有感觉咱世间就是安尼。你要想要求的物件，你都袂得会着，因为你心内有所求。我要看好，我要看好，我要看好。你有目的的，所以阮就爱人去看。你爱诚心，你甲你的心放下，清净心来拜，来拜佛，神佛就叫你客气，伊就来甲你看。伊讲啊有影，你讲啊敢若对好，就你搁做看卖啊，搁真正搁做，经过了一个月了后，拄啊好红发的阿姨到开班，啊因的班吼拄啊好伫咧5楼，就5楼尾顶吼，伫咧5楼。啊，伊楼骹做人迄个古美楼，迄种宠物店，啊，第2楼那是徛家，所以伊爱为2楼住好，大骹细骹爱搬去5楼，吼，啊，足侪迄菩萨吼，前年来斗搬搬去5楼，了后呢，就是有一坎吼，迄汤吼，阮阿姨阮啊拢亲像惊长青食袂饱，所以拢煮足侪，所以伊咧煮一骹汤啊，煮大汤的，啊，迄楼梯是足矮的啦。啊，若要两一个人更是更袂赢，两个人更是歹行。阮表兄就来讲，来，你拢闪开，互我来就好。好，伊看起即粗样的嘛，讲来，你拢闪开，互我就好。无你若万一去烫着吼，你来阮遮，啊来阮兜，我若阁互你受伤，安尼阮嘛会良心过去过。来，恁拢闪这物件会烧会烫来，恁拢闪互我就好。结果伊真正一个人哦。好，啊，就为2楼搬去到5楼尾顶，啊，伊安尼搬楼搭地啊，安尼地哦，地衰哦。啊，即摆迄道清好，逐个迄对后壁啊拍鼓啊。哦，你这真正菩萨啦，佛啦，菩萨够慈悲哦，惊我去互烫着的。哦，你这真正吼足慈悲的啦。啊，为着逐个要食这吼，啊，你互人安尼，家己安尼搬到楼骹安尼，你真正佛菩萨的行为啦。哦，迄阵啊，搬去到佛门的当中拄啊好，阮。表哥毋知向用怎，人讲合力去向用伊三啊间，怎去用开路着？伊讲向佛菩萨就是安尼呢，慈悲心哦。伊讲对啊，你着迄就是佛菩萨的行为啊，你就是佛啊，当下你就是佛啊。伊讲体会着讲，原来伊要去求一世界求的佛菩萨，就是伫你的心。只要你一点的慈心善心流露，就是啊。所以人讲香一点，哦。遍满心香，香啊！你的香，你的心香，若一点，你就是遍满心香。大家拢想充满。